啱30週年，你千祈唔好做以下嘅動作啊，否則你會面對3個好大嘅風險啊！最近咧，你喺 Facebook 度咧，你咪見到好多人話可以幫你預訂30週年嘅禮盒同埋卡包嘅，千祈唔好做預訂啦，因為如果你做咗預訂，你會面對3個風險。第一個風險就係幫人做免息貸款啦，好似最近 M5 咁樣啦，你訂嘅時候咧就640蚊，點知第2日個盒就升到800蚊，你會發現嗰啲供應商，就算你落咗訂都好，佢都係唔出貨俾你㗎。而家30週年肯定熱度好高，所以如果你聽到 Facebook 有人同你講3000蚊個禮盒，當9月16號嘅時候咧，個盒可能係去到4000蚊甚至5000蚊嘅時候，你有機會面對唔出貨，然後退翻錢俾你㗎。所以你而家呢一刻落訂，有機會收唔到貨之餘，仲要幫人做咗3個月嘅免息貸款，用你嘅錢幫佢哋入貨啊！第二個風險係下跌風險由買家承擔。假設你而家係3000蚊買咗個盒啦，落咗訂，但係出嚟嘅時候只係1500蚊，熱到完全唔夠喎，咁你仲用一個3000蚊嘅價錢買咗個1500蚊嘅盒啦。第三個風險就係商店嘅風險，究竟呢間商店係咪可靠呢？如果你俾咗3000蚊嘅訂金佢，3個月之後佢突然之間倒閉或者走佬，你可能就會全數血本無歸。而家官方仲未公布一個訂卡嘅正確途徑俾大家知道。如果我係一個買家嘅話，我唔會選擇而家呢刻落訂。留言話我知，而家6月份你究竟會唔會落訂買30週年嘅禮盒同卡包呢？